見六四開大片，解放軍擰住面啦！訪華嘅美國副總統拜登想用體育外交打好關係，可惜強國唔受呢。前晚8-1火箭隊對美國喬治城大學嘅籃球友誼賽打到64分平手嗰陣，雙方爭波後互有動作，咁燥底仲唔開大片咩？呢個白衫中國球員仲追住對手係咁打，哇！你嚟打波定打人㗎？仲有人拎起凳車埋去抽水添。8-1隊有解放軍背景㗎，點解打咗咁耐都冇人出嚟維穩㗎？有啦，不過係行埋一邊睇戲呢。班美國球員見你哋咁冇品，即刻拉隊走人。強國同胞就失禮啦，又開汽水，又掉水樽。美國國務院同中國駐美大使館都話遺憾啊。班美國球員就話唔想再同8-1隊比賽，原定聽日打嘅第2場友誼賽好大機會會流產啊。有網民就話內地打波變打人都見慣不怪啦，又有人話喺6-4時候開片實在太有意義啦。